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加盟经济，聊一聊加盟商。餐饮行业都惨，一天比一天难过，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还有很多人不信邪，一头扎进这个加盟行业，直到这裤衩子都赔光了，让人耻笑，交了智商税。从哪儿说起？7月8号，这个1818环境眼他有个报道。说杭州的韩先生加盟了一个叫怡满分的奶茶品牌，投入60多万，但开业后每个月都在亏损。他怀疑自己掉进了加盟陷阱，不用怀疑啊，那就是掉进去了，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花60万加盟奶茶店，男子被坑惨，开业半年月月亏损。网友说交了智商税。我们看看这韩先生是怎么上当受骗的。要说这个韩先生还不是一般的人，他先是干房地产销售的，那绝对也是见过世面的，经历过事情的。但是很遗憾，现在的房地产什么行情大家也知道。如是这韩先生那肯定是房地产是干不下去了，那得为自己找活路，找饭辙。北京人叫找饭辙。我在北京待了好多年才知道找饭辙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一次我们公司开会，一个老北京人，他是公司的一个小头目，在那儿给我们开会。就说了，我是给你们找饭辙，我才知道找饭辙是什么意思。找饭碗，找活干，没活干，那就干不下去了，就得散伙，就得还摊了。好，这个韩先生他的房地产行业干不下去了，那得找饭辙，对不对？所以啊，他左想右想，选择了一个加盟奶茶店。他的说法是，餐饮应该是个比较好的一个副业，也就是说，他还准备搞个主业，餐饮这个做副业，想的还挺好。虽然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出来这个结论。冒出来这个念头，但是很显然，韩先生的直觉是很多外行人入局者的普遍误区。大部分人都觉得餐饮业是一个低门槛、高回报的行业，但如果真的去了解，就会得知到餐饮业不是一门轻松的生意。关于这个，我在很久以前就说过，自从恒大一爆雷以后，我是不是天天念叨，大家千万不要拿着自己的窝囊费，去加盟什么餐馆、奶茶、火锅店，而偏偏这些被裁的人首选去加盟这些店，那你说怎么办？这个叫相生相克，没办法，一物克一物，一物降一物。为什么？也好理解。很多比如说码农，人家年薪几十万的，突然被裁，找不到活干，找工作也很难找，往上找很难，往下也更难。那怎么办？干自己特长，干自己爱好的工作，送外卖。他有的人觉得自己还没爱好到那个地步，开网约车也觉得自己是喜欢，但还没喜欢到那个地步。所以，那加盟一个店是最直接的。为什么？自己不用管，你只投钱就行了，你就当老板，是吧？他找一找昔日大厂那种感觉，自己每天不动，早上去溜达一圈，看一看，一个月下来就赚个8万或者5万，这不比在这大厂上班一样吗？所以很多人他就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在节目里面每天都是一有机会就说，不要有这想法。还有人说我不加盟，我自己开行吗？我找个厨师。因为餐饮还低，正因为门槛低，所以它的成活率最低。稍微有点门槛的，你要跨进去了，你还真还能活一会儿。像这种没有门槛的，基本上都是死。肉搏战，餐饮行业是肉搏战，白刃战，是巷战。所以很多人一失业，第一反应7找8找之后就下定决心去加盟一个奶茶店、火锅店或者是餐饮，这就这么个原因。恰好他手上有那么多钱。所有的搞加盟的人家量力而行，所有搞加盟的人家都盯着你口袋，正好就几十万，也不多，30万，完了30万之后后面还有，等你掏了第一个30万，后面还有，把你掏干净为止。好，我们接着看，那这位韩先生选择加盟的品牌叫怡满分，这个品牌估计很多人没听过，没错，它本来就不多，这是一个诞生在杭州的品牌，2024年创立的，主打的是糖水甜品。你说听着名字我就感觉这个有点够呛了，血糖蹭了一下就上来了。叫糖水甜品，在去年年底，品牌在宁波阪急新开的门店还一度引发了排队热潮。早上开门营业，店内屏幕显示等候制作的饮品已超过100杯。在自媒体上，不少报道也称其为糖水界的黑马。可见韩先生的选择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而真正让韩先生下定决心的是当时招商人员给出的诱人数据。其称品牌门店每月销售额为20-30万元，其次最次的门店也有19万元左右，
毛利在70%到75%。于是韩先生跟合伙人算了一下，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创业项目。未曾想，等待他们的却是现实的冷水。2025年11月24号，韩先生与品牌母公司杭州新田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交纳费用10.58万元，其中2.98万元是加盟费，剩下的是物料费，加上第二批物料5万多元，开店服务费3万元。你看，你不用担心。那虽然这加盟费只有不到3万，你看后面的钱是吧，源源不断。有什么开店服务费3万，设备费8万，推广费2万，门店装修22万，再叠加房租等成本后，为了开这家奶茶店，韩先生前期投入近60万，这真的是叫智商税。你开个什么玩意还60万？2020年1月1号，韩先生的奶茶店开业了。第一个月因为做了买1送1的活动，生意看上去还不错，但月底一算账亏了。接下来是持续的亏损，月月亏。第一个月11万多，第二个月降到8万多，后面就是7万多、6万多、5万多，很正常。开业当天就是最高点，就像中石油上市一样的，当天是最高点。好了，一路下滑。韩先生这个奶茶店也是营业额也是一路下滑，后面几乎每个月都是亏的，因为光水电租金、人工一个月支出就5万元。什么意思呢？我们按1年算，这个韩先生就要花120万。你开这个店60万，这一年你租金对吧？你加上那个员工工资还有60万，一共就120万。那你算吧，你要卖多少杯糖水？你要卖几年，你这钱才能出来？每一年还要加60万的费用，这还不算其他的费用，品牌还收你的钱。由于一直亏损，韩先生就想着去找问题。他首先排除了营销端，然后发现这家新田公司并没有招收加盟商的资质。韩先生说，我之前不了解，因为我是行外人，进来了之后我发现原来还有2店1年这种资质要求。什么叫2店1年？就是一个品牌要有2个成熟的门店持续运营1年，才能去开收招加盟。而与韩先生签合同的这家新田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上并没有受到商业特许经营资质。也就是说，商务部你加盟连锁这些东西叫特许经营，那在商务部有统一的登记的，平台上没有，那就说明这家他就没有资质。但是没有资质，你60万这就扔进去了。但是品牌方尹满分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就收到了有相应的备案信息，时间是今年1月16号。这显然晚于韩先生签约时间，且执行主体存疑。而更让韩先生不满的是，品牌方一直在上新品，但是市场表现也不好，明显是拿加盟商试错。其更是把之前主打糖水的基础上增加了饮品品类。加盟的时候是糖水店，竞争对手可能就满记、麦记等之类的，但现在他们又变成了鲜做茶铺，那蜜雪冰城、古米一点点都是竞争对手，而且新品也不能打。5月上了6款新品，销量都很惨淡。而品牌方对此回应称，现在市场变化了，你必须跟着市场变化而变化，你不能坐以待毙。品牌方也振振有词，对不对？虽然糖水加饮品模式在当下被视为新的增长曲线，但是如果单店盈利模型未跑通，那么增加的品类对于加盟商来说只是累赘。这个1818视频，这个黄金眼，他在最后是双方沟通破裂，最后韩先生只能决定去走法律流程，并且决定在7月中旬关店。说实话，这个法律流程也够呛，一本糊涂账。为什么？那人家顶多退你3万块钱的加盟费，那其他的退不了啊。物料费那不是你买的吗？是吧？其他的什么服务费，你开店我给你服务，所以说人家列得很细，人家退钱顶多退你3万，而且这3万还不一定能退，你打吧官司。所以说这就是妥妥的交了智商税。本来想搞个副业，结果把60万给扔水，60万不止，60万扔水了，他还进货了，还那么多人发工资。我一直说，虽然话说的不好听，但是确实就是这么个事。就是什么意思？如果有那么好的事情，那么简单轻松就能赚钱，那是不是凭什么轮到你来赚？如果你闭着眼加盟一个东西就能赚到钱，你放心，国家一定会管的。
你闭着眼这个什么加盟一个，你就能坐那儿赚钱，坐地赚钱，国家一定会管，把这管起来。你记住了，国家不管，那当地的地头蛇他也会管，他也会垄断。那闭着眼赚钱，我只要出点钱我就能赚。那咱上一次不介绍过了吗？香港媒体报道是吧？那香港的黑社会都已经开始垄断盒饭了，对不对？盒饭赚钱，开始香港的黑社会都已经转型赛道，开始工地卖盒饭。实际上像这种加盟还很多。北京商报7月3号有个报道，叫起底漂亮饭，年轻人为颜值买单，加盟商为热度接盘。你看又来加盟商接盘了。如果隔壁有想吃的菜，也可以点餐拿过来吃。两家餐厅是同一个老板。位于三里屯太古里的野果餐厅工作人员一句话，揭开了当下漂亮饭餐饮生态的隐秘一角。门店相邻，菜品逻辑相似，选址高度重合。这种现象并非孤立，而是广泛出现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热门商圈里。就大家注意了，这些漂亮饭又是准备骗加盟费的，玩法变了。什么所谓的漂亮饭？什么叫漂亮饭？它有几个特征，这个漂亮饭是网友的总结，它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叫开在热门商圈，第二个那饭店装修的颜值极高，那饭店肯定是很有格调，装修的眼睛一亮。最主要的是特别容易出片儿，你手机随便一拍，那都很好看，很有格调。菜品那就一般般了，人家主打的不是菜，主打的是漂亮，是有格调。只是好吃不好吃，那不好意思，基本上叫漂亮饭。什么？比如说韩式创意料理、云贵川融合菜、泰式小酒馆、美式松弛风餐厅，名字一个比一个洋气，装修一个比一个好看。进去你先拍30张照片，发完朋友圈吃2口，你还感觉饱了，也就那么回事。所以漂亮饭的标准画像叫颜值满分，口味及格，价格超标。但是这还不算，这个媒体报道，你打卡的3-4家网红手店背后可能是同一家公司在操盘。这是北京商报报道，他说看似独立的网红餐厅，实则均出自同一批餐饮公司之手。消费者在同一楼层打卡的3-4家手店，很可能最终流向同一个母公司的财务报表。被业内称为武汉餐饮吴小龙的万食合宜、德川、甘趣餐创、卓志番界、范家5家公司几乎承包了近2年国内半数的漂亮饭排队完。我就不知道这人吃个饭还排队，这真是闲得蛋疼。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上述公司扎根武汉本土商业体，完成试水，打造出爆款餐厅，再以手店名义进驻全国1线商圈，形成了一套可复制的扩张路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武汉万食合宜餐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5年内已陆续推出韩式创意料理、云贵川和融合野菜馆、泰式小酒馆、日式餐饮、麻布食堂、美式休闲餐厅、创意烘焙等多个品牌，赛道覆盖正餐、轻食、烘焙等多个品类。我已经知道了，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咱们在疫情期间，我记得好像各地招商，各地为了盘活实体店，是线下经济，不是推出什么手店经济吗？手店什么意思？你这个品牌第一家店在我那，我就给你补贴。那为什么搞这么多手店？实际上都是骗补的，一边骗政府的补贴，一边骗加盟商的加盟费。根据窄门餐饮数据，其核心品牌全国门店数量已达85家，野果门店规模超50家，主力布局新1线及2线城市，并加速渗透1线城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生命周期不足1年，火不到1年。商店流量模型跑通后，开放加盟代理成为孵化企业快速回笼资金、扩张规模的核心手段。直营数标杆、加盟赚收益已成为该类企业的标准商业逻辑，就是你的加盟费是人家的利润，人家把这个手店、把这个标杆搞得那么漂亮，搞数据，实际上就是让你加盟，忽悠你赶紧交钱，你的钱是他的利润。只有你的利润在哪儿？那你自己想办法呗。高颜值、重场景的定位决定了这类门店的高投入门槛。一家漂亮饭餐厅单店落地成本普遍达100万元级别，就是那么漂亮的装修，那是要花钱的。据一位网红餐饮从业者透露，像野果这类餐厅在北京单店加盟总投入约400万元，
包含加盟费、装修费、设计费、首批物料款、推广费等。回本周期宣传是12到18个月，同时每月按比例抽取门店净利润分成。北京商报记者对比发现，该类品牌的加盟商招商材料中，往往重点突出空间设计、场景风格、流量运营等内容，例如供应链管理、总部运营体系建设等方面，并非以优势资源去强调。一位接近万实合宜品牌的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品牌方要求选址必须是该城市高流量商圈，一般是城市前3的商圈，实际面积要200到300平米，设计风格必须按照品牌方指定的要求进行设计。据了解，仅装修一项，北京地区单店成本便在100万元左右，就是你在北京开个店，就这种漂亮饭的，别的不说，你装修就得100万。实际上，更让加盟商焦虑的是品牌的生命周期。中国烹饪协会数据显示，网红餐饮店平均生命周期仅为8到12个月，都撑不过1年，能存活3年以上的不足10%。很多加盟商的回本周期还没走完，品牌就已经过气了，变成过气网红。此时总部往往会建议加盟商升级门店形象，或者切换到集团旗下另一个新品牌，本质上是让加盟商再掏一次装修费和加盟费，开启新一轮循环。就是这一个公司啊，它下面有4个漂亮饭，你从第一个漂亮饭干起，第一个漂亮饭干了1年不行了，400万没了，好，建议你换第2个漂亮饭，你再交400万，来吧。等你把它品牌下面几个牌子都搞一遍，1、2千万没了，这个够狠的，这比加盟任大经济学家微信群还危险。那任大经济学家要会员站在光里面，最后发现光屁股站在光里面。我是让你们站光里面，但是没让你不穿裤子啊，你自己不穿裤子的。这就是任大经济学家的这个解释，说近期湖州南浔五月广场、美果云贵川加盟商纠纷事件便折射出该模式的现实困境。据该加盟商透露，门店总面积377平方米，总投资超400万元，仅装修费用便达85万元，且由品牌方全包。那人家还赚你的装修费呢，你看看，你给85万，人家帮你装修，那这装修得赚多少钱呢？门店去年12月底开业，首月营业营收65万元，就一天2万呗。此后营收逐月下滑，至第4个月仅22万元，一天就是8000都不到了，7000。开业4个月便陷入闭店纠纷，坚持4个月就关门了。那你400万投资打水漂。品牌集群持续推出新品牌本身就是全球餐饮发展的一个方向，但品牌创新和加盟招商是2回事。这个北京商报说，流量包装创新的 A B 面，说漂亮饭的走红绝非偶然，背后是消费逻辑的重构和需求的变化。从消费趋势来看，餐饮行业漂亮饭研究报告显示，42.4% 的消费者表示愿意尝试漂亮饭，27.6% 的消费者将环境有格调、拍照出片视为外出就餐的重要考量因素。在社交平台上，漂亮饭的讨论度更是居高不下。截至今年6月底，漂亮饭话题在抖音平台视频播放量已超过117亿次。然而，关于漂亮饭的批量造牌模式，业内褒贬不一。如何让其成为餐饮行业的创新进化，而不是流量时代的虚假繁荣，成为行业良性发展的关键。餐饮嘛，你还是以口味健康，当然环境也很重要，但是你环境再好，你不好吃或者不健康，谁去吃？而且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好，你还要追求性价比，这个整个的就是逆风飞扬，怎么可能活得下去？靠这种吹是吧？靠虚假繁荣，靠这种流量骗人进去，你那人顶多消费一次，后面不去了。你骗一次，你这玩意搞得跟景点的那些很多景点不卖夜市嘛，小吃什么的，对不对？我知道，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东华门夜市、王府井那一夜市，那一小块2个夜市，人山人海，这全是人，你都挤不通，就走不过去。但是都是一次性的，大家边吃边骂，说下次再也不来了。那现在的夜市好像没了吧？你这么整，你什么漂亮饭有什么用？说这个进入云消费时代后，消费者最大的特点是需求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碎片化，因此一个品牌已经很难满足所有消费需求，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和新的消费体验。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企业不是经营单一品牌，而是在经营品牌矩阵。不过近年来，无论餐饮、茶饮还是零食折扣店、临期食品等行业，都出现过类似情况。一些项目利用消费热点和加盟热情快速扩张，但真正经过市场检验，能够持续盈利的门店并不多。最后承担风险的就是加盟商。尽管模式上有其合理性，但当下漂亮饭模式同样面临着它的软肋。当所有山川的餐厅都长着相似的网红脸，菜品摆盘千篇一律，追求精致上镜，消费者的阈值便会被迅速拉高，从而就不会再为颜值溢价买单。对于依赖高翻台率的正餐品牌来说，没有复购就意味着面临淘汰。多位餐饮经营者坦言，漂亮饭模式最大的矛盾在于品牌能够吸引流量，但只有复购率才能赚钱。没关系，这个漂亮饭我感觉是在模仿这个网红超市，也不讲复购率。我不知道全国坐着飞机打着高铁去网红超市的一年会去几次，会不会去第二次，不太了解。一个超市不是靠复购率，而是靠打卡。那这个网红漂亮饭也是一样。我今天聊这个什么意思？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现在经济形势不好，的为什么还这么多人愿意以身作则，以身入局，是吧？你比如说，明明知道这个红绿市场是在制造泡沫，市梦率的3万多了，还有人往你杀，站在光里面。明明加盟这些东西不靠谱，这么容易赚的钱，你交个30万，或者你就甩手掌柜，你就坐那儿赚钱，一年赚几十万，你这个都，对吧？都不符合天理啊！为什么会有人相信经济形势这么不好？如果经济形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你有这个想法很正常。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所有的都在萎缩，现在都在搞存量市场竞争，都在萎缩。在这种时候，还有人那么盲目乐观，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这恐怕就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什么叫必然规律？他必须把这些人都割完，这叫出清。就是手上还有点钱的人，他必须把你干到最后，你裤衩子都没了，这样就好了，整个社会就好了，大家就干自己的特长，没有怨言了，骑上自己心爱的小摩托送外卖，你就心安理得了。如果不把大家手上那点钱给那抖了掉，反复收割，给你割干净，那还有好多人，你手上有点钱，你就老想着馒头加榨菜，你就不想努力了。那整个社会谁去送外卖？谁去开玩笑车？谁去打螺丝？谁去干保姆、干家政？所以他得想方设法把你那个工行的钱给搞出来，给他去掉。去掉之后，你就老实了吗？老老实实的，有软肋了，得干活啊，做牛做马。所以现在我就觉得这些都是其实有目的的，通过楼市锁住了一大部分人，80后、90后基本上被楼市给锁死。你想跑，你每天都战战兢兢保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按揭贷款，你买了房，你工作没了，那你不仅一辈子白忙，你还那个什么，你还欠银行钱，你房子卖掉，你还欠银行钱，你前半生白忙，是不是这样的？所以90后现在都在战战兢兢的在还按揭贷款，他的老老实实是吧？任劳任怨，做牛做马。那现在还有一些人他没有按揭贷款，对不对？手上还有点钱，他滋润的很。那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就把他引到红绿市场消灭。进了红绿市场，那一律1个月、2个月、3个月、半年或者1年，反正总之最后肯定是这样的，裤衩子都赔光了，老实了，该干活了，该上班是吧？该去摆地摊，该去送外卖。还有人他不进红绿市场，就他觉得这玩意儿不靠谱，那行，加盟，你总得找事干活啊，加盟一忽悠的好，割一把，割没了，也就是说有几十把镰刀等着你。想把你工行那点钱给割掉，割掉你就老实了。你那钱没割掉，你老是心里一会儿那老是觉得自己还挺厉害的，3个不服4个不忿的，是吧？老是觉得自己日子过得还挺安稳。他把你割掉了，你就不安稳了，就好了，对不对？你就老老实实的。所以现在的矛盾是什么？是千方百计的镰刀，是吧？千方百计想把你的钱从工行搞出来割掉，和有的韭菜把钱焊死在工行，坚决不出，是吧？任你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任你怎么吹，我就是不动。馒头加榨菜，现在是这两个矛盾。我发现现在社会就这样，你看不停的吹红绿市场，也吹个牛市出来，最后这个牛市不仅没有造福什么牛马韭菜，什么让你财产收入什么获得提高是吧？提升，
反而是更多的牛马把本金给割掉了，是这样的。你看看从2024年到现在，是不是牛马割掉了，也老老实实上班去了？很多我看我周末刷抖音刷这个短视频，很多那炒股的网红说不行，找工作还是上班去，挣钱还债，挣钱补仓。老实了，好多人还指望着炒股发家致富，不用上班，财富自由，天天以为自己炒股就是上班。我跟你说，自媒体是上班，人社部是有的，但是人社部可没有什么金融消费者算上班算职业，没有，记住了，人社部还没有这个职业金融消费者，但是自媒体还是有的是职业，不要搞错了，自媒体是上班，你知道吧？人社部认可的，但是你金融消费者那不算上班。这样在镰刀轮番的收割之下，所有人都会背山债，背山债就老实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坚决不背山债，坚决把那钱焊死在工行，看谁能动它，是吧？不管你外面吹的什么样，天花乱坠，我就是不动心，如不动，是吧？所以你看恒大一爆雷，我就天天鼓吹，是不是？可以骗我的人，不能骗我的钱。只要你能坚持下来，你已经超过了95%的人，你不用努力，你就把这个记住了，不能骗你的钱。因为现在是在下行区间，资产在缩水，这个时候咱们做的是存量，任何一个确定性的能赚钱的赛道，那一定是挤满了人，一直挤到它不赚钱为止，叫内卷。所以这些搞加盟的也很厉害，是一把镰刀之一啊，负责割那些不愿意进红绿市场的这些镰刀就来割。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